原來此卡哇一族同埋現實世界一樣，都係有神明㗎。不過唔同嘅係咧，涉及神明嘅漫畫故事好似都有啲恐怖，甚至有邪教嘅感覺啊！今日就嚟同大家介紹兩篇同神明有關嘅漫畫，分別係祭典篇同埋天使光環篇。開始之前記得訂閱、留言同埋 like 支持呢個 channel 啊！首先咧就係嚟講解主要虐待咗栗子同埋小白嘅祭典篇啦。話說栗子因為額頭俾蚊咬變咗中分啊，連耳仔都唔見埋。本身有啲擔心嘅風師見到小白咁啱經過，就發現兩個人嘅髮型係一模一樣喎。跟住小白就好興奮咁樣去拎相機同栗子合照啦。栗子又真係好好脾氣喎，完全冇嬲啊！過咗一段時間，小白同風師又撞到。小白仲俾風師睇上次同栗子嘅合照添，兩個人經過一個類似祭典場地嘅地方，於是冇太多危機意識嘅樂觀二人組咧就決定過去睇下啦。去到會場咧，兩個人就睇到好多戴住亞龜面具嘅小可愛一族圍住火堆跳舞，跟住咧見到台上面咧有栗子喺度喎，而栗子後面就係一個勁大嘅亞龜面具啊！呢邊説明一下，亞龜咧，Okame就係日本嘅傳統面具。係一張女性嘅面啦，特色就係個面圓圓，額頭好高，個鼻好矮，跟住咧兩塊面係好飽滿嘅。而呢啲面具小可愛唱緊嘅歌咧，正係日光山輪王子廣告用過嘅歌。而呢首歌咧喺日本關東地區好似好流行㗎喎，每逢新年時間咧就會聽到㗎啦。栗子咧俾呢啲小可愛一族供奉啦，又俾佢飲酒，搖嚟搖去咁樣，好似好興奮咁嘅。咪住先。將漫畫放大，似乎隱約見到栗子隻腳上面好似有啲嘢喎。兩個人咧行到去台前面，發現栗子雙腳俾人釘住咗啊，勁恐怖啊！栗子似乎係掙扎緊，而唔係覺得興奮啊。呢個時候咧，小白諗起三星餐廳救咗流星出嚟嘅經驗啦，跟住咧就想將栗子隻腳拱出嚟，但係因為啲骨卡住咗，整痛咗栗子啊。原來小可愛一族好似 Mochi 咁樣嘅腳仔咧，都係有骨㗎。呢個時候，風師同埋小白咧嘗試將啲釘掹出嚟，但係似乎都唔成功啊。跟住啲面具小可愛就開始叫佢哋唔好掂神明，開始趕走佢哋。無論佢哋點解釋係蚊咬，都冇辦法溝通到啊。風師就諗起咧自己之前做交通指揮嘅時候咧試過甩鞋，佢就喺度諗，可能係浸溫泉令佢消咗腫啦。之後又諗起酒資格試嗰本書講過，酒精係會令人水腫㗎，所以栗子一定係因為飲太多酒就水腫啊。於是咧兩個人再跑返去，希望諗辦法幫栗子消腫。呢個時候咧，啲面具小可愛戒備森嚴，風師為咗引開佢哋注意咧，就開始跳舞，就開始唱 Begin 嘅《王子的驕傲》Orion 啤酒，就係關於沖繩嘅歌嚟嘅。呢個時候，小白偷偷地嚟到栗子身後面，示意佢保持沉默，跟住自己指示去做，跟住咧就開始教佢一啲伸展運動消水腫。呢個時候咧，啲面具小可愛以為神明好鍾意風師首歌啊，於是開始跟埋風師唱埋一份。最好笑係風師喺呢個時候仲要細細聲糾正人哋唱錯歌詞啊！呢個時候咧，栗子仲係掹唔返出嚟，小白咧就唯有改變策略，幫佢按摩，希望佢快啲消腫。跟住咧，風師為咗再次引開注意，又唱咗另外一首《菠蘿之歌》。我都好想俾小白按摩啊！佢按到唔記得咗收埋條脷個樣，真係得意到黐線啊！過咗一陣咧，小白就發現栗子好似消咗腫喎，於是咧就嗌咗個金句：總有辦法嘅。跟住咧就將栗子掹咗出嚟啦。三個人逃走嘅時候咧，因為栗子雙腳麻痹行唔喐啊，好快就被追上啦。面具小可愛就話咧，如果神明走咗，好運就會離開佢哋。於是兩邊開始喺度拉扯栗子，感覺好似好痛咁啊！但係栗子嘅表情鎮定到完全睇唔出啦。結果咧，可能拉扯令到水腫再燒咗啲，栗子隻耳仔彈翻出嚟咧，就完全唔似神明啦。於是咧就咁樣俾人放咗啦。呢個時候小白笑得好開心，俾面具小可愛發現中分髮型嘅原來係小白啊！於是佢哋強行將小白隻耳仔折埋，唔理佢痛唔痛，就將小白拖走咗啦。呢個時候風師同栗子追咗上去，故事就咁完咗啦。雖然故事嘅後續係小白唔知過咗幾耐之後，同楚卡娃分享翻最近遇到呢件事，而且咧佢係冇受傷，俾人放翻出嚟，但係就完全冇交代係點樣俾人放走啊。
大家覺得最後風獅同埋栗子有冇去救小白呢？定係等成個祭典完晒，小白先俾人放走呢？呢啲面具小可愛、盲目同埋蠻不講理嘅態度，係咪有少少似邪教一樣咁樣令人心寒呢？第二篇同神明有關嘅漫畫就係近期最新嘅長篇，都係罕見地咧作者會虐待活沙基嘅一篇嚟㗎。呢篇漫畫咧應該仲未完，但係有關神明嘅部分咧就應該告一段落啦，所以咧就喺呢條片一次過講解啦。距離此卡哇第二次落榜，至今原來已經4年幾啦。佢係喺2021年嘅2月7號第二次落榜㗎，所以最近咧佢又準備考第3次試啦。小白鼓勵佢嘅時候咧，仲俾靜電電到，超可愛啊！跟住咧就係罕有地小白同埋兔獨處嘅故事啦。要記住咧，小白同埋兔係從來未試過獨處咁長時間㗎。為咗鼓勵此卡哇咧，小白就建議買或者整啲合格御守送俾佢。結果胡沙基咧就提議，不如執翻嚟啦。兔咧首先就拎咗一塊心形嘅落葉翻嚟。但係小白咧就即刻諗起落葉好似唔好意頭喎，跟住兩個執下執下，突然之間咧，兔就執咗個天使光環，仲要笠埋喺個頭上面。原來咧，兔嘅光環係喺叫做學科啦咁樣嘅地方執翻嚟嘅，裡面咧供奉住嘅神明就好似地藏咁樣。地藏一路微笑個樣，一睇就知阿兔闖禍啦。果然咧，光環除唔低啊！胡沙基咧用徹底咁樣變咗一個超溫柔嘅人，仲會突然之間講啲簡單嘅單字，例如係啊、唔係啊呢啲，而唔係咧平時嘅烏拿呀下喎。最恐怖嘅係咧，平時鍾意恰此卡哇同埋令啲兄弟一齊陷入危機嘅佢咧，突然之間好似變咗溫柔嘅媽媽咁啊！買咗啲毛啦，織咗個超可愛嘅御守送俾此卡哇，而且咧佢停唔低做好事啊！見到有小可愛仆親咧，會主動上前幫佢哋，仲幫佢哋搬嘢啊等等。佢本身咧雖然喺度反抗，但係完全停唔到啊！原來咧佢俾地藏一樣咁樣嘅神明咧詛咒咗啊！呢個時候地藏個樣笑得好詭異，應該係好嬲啊！無論點都除唔低光環啦，令到兔咧就不斷咁喺度做好事，例如除草啊咁樣樣。於是咧，小白喺度自言自語嘅時候，突然之間因為諧音咧而諗起冬甩，於是咧就諗到啊，不如試下用冬甩嚟代替個光環啦。溫柔嘅胡沙基即刻衝去買啦。有冬甩嘅包裝咧，同埋種類就唔係估到，其實呢個係同 Mr. 冬甩合作嘅廣告嚟嘅。雖然第一盒冬甩冇窿啊，但係原來兔仲買咗第二盒嘅，揀咗朱古力忌廉味送俾地藏嘅小白，令到地藏更加嬲啊！阿兔仲痛苦到咧喺地上面扭成一團咁樣，超恐怖啊！最後咧佢揀咗最簡單嘅糖霜味，再講個金句，總有辦法嘅。跟住咧兔頭上面嘅光環咧就裂開咗啦。胡沙基翻嚟啦！小白咧就即刻俾佢睇佢撞邪嗰陣整嘅御守啊！佢即刻好大聲咁嚇咗出嚟，好明顯係完全唔能夠接受啦，仲摺埋張紙將御守笠喺對耳仔上面。完全理解不能嘅行為，咁先係胡沙基㗎嘛。跟住咧，佢哋就拎住剩低嘅冬甩嚟到此卡哇屋企。阿兔咧仲一直將御守笠喺個頭度喎。結果咧，回復原狀嘅兔一直攞住冬甩喺此卡哇面前搖嚟搖去，但係唔俾佢食，玩到佢又喊啊！果然呢個先係正常嘅兔啦。大家覺得今次係胡沙基自己自作孽？正常神明咁樣一定會嬲啊？定係其實小可愛嘅世界嘅神明咧，好似都唔係幾友善咁樣呢？不過咧，可以總結嘅係，同神明有關嘅兩個古仔，好似都敗咗俾小白個金句喎。睇嚟小白先係真正嘅神明啊！大家又點樣睇祭典篇留白咗嘅結局呢？歡迎留言一齊討論啊！